爪都快断了，现在就刀架我脖子上，我也不走一步了。你在我们身上装了 GPS 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被你抓到了？王爷，要怎么处置？这位王子，贝勒，少爷，你看我跟你远日无忧，近日无愁的，你干嘛非要跟我过不去啊？再说了，我们一看就没有钱，我也没有什么姿色，杀了我，你是不会有任何成就感的。哼，带回去。是。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走！你想干嘛？你说句话行不行啊？王爷，你故意放走那个尹晴柔，他也没有去找二王爷，是不是就证明他和那个阿广并非是二王爷的人？依我看，不如干脆杀了他们，宁杀错，不放过。尹浩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嗜杀成性了？既然不杀，要不然就放了。他们也待了这么多天了，想必家里人也会担心。放？哼！在我没想清楚怎么跟他算这笔账之前，他休想迈出府门半步。俗话说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哎，你看我来这几天就迅速适应了。你呀，就得学习我这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。切！再说，我觉得那个冰块脸也并没有想把咱们怎么样啊。抓来这么多天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除了不让出去，别的也没什么不好啊。还没什么不好的，你都成了太监了。哎，这不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我们也是古代人吗？哎，再说。我觉得太监没什么不好的，现在府里上上下下，反正是雌性动物，都对我好的不得了。幸亏我掉下来的时候，兜里还装着那个便携的化妆袋儿。老娘吃饭的东西还剩那么一点儿。只不过来之前斜挎的那个化妆箱不见了，好贵的。哎呦，还老娘呢！你心可真够宽的。不然能怎么样？每天跟你似的，愁眉苦脸的，我们就能回家了。哎呀，我这几天呢，仔细想过了，我们穿越过来呢，肯定是因为那个像飞碟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啊，我们只要再找到那个东西，就一定能穿越回去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我们怎么样找啊？哎，导航地图还是卫星定位啊？那我们也不能总待在这儿吧？再说了，那个冰块脸，谁知道他要干嘛呀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你非礼了他，所以他就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症状，爱上你了？胡说八道，谁非礼他了？混蛋谢延琪，管老娘出文！哎呀，小姐，你起了？现在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就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哦，卯时都快过了。卯时又是几点啊？啊，算了算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是谁啊？您又忘了，我是王爷派来伺候您的丫鬟呀，我叫喜儿，以后就我来伺候您。哎，别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还有，你以后可不要叫我小姐什么的，就叫我晴柔或者晴柔姐都行。小姐，喜儿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打我骂我就是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挺好的，我没说你什么不好呀。那小姐干嘛不让我伺候你，还让我叫你的名字？那是大不敬啊！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前在家习惯了。哎呦，随便你了。小姐，喝粥。
看来阿广说的对啊，在王府也没什么不好的。王府当然好啦，而且小姐又是我们王爷点名要留下来的人，整个王府的人背后都在议论，说小姐到底是王爷的什么人呢？小姐，你这几日一直闷在屋里，要不要喜儿陪你出去走走呀？也对啊，我这几天都没怎么出去过。还有啊，那个阿广死到哪里去了？广公公啊，他现在可是王府的大红人呢。他有一个像神仙一样的袋子，里面随便拿点东西出来，就可以把王府里的老妈子呀、丫鬟都变得漂漂亮亮的。他还梳得一手好头，今天就被兵部王大人的夫人请去梳头了呢。这个阿广啊，可真行。得，咱们两个出去逛逛，走吧。小姐，你快看，多漂亮啊！你过来呀。我看你自己玩挺好的，你还是自己玩吧。这也敢叫花园？还没我家小区绿化面积大呢。看来这个王爷也不怎么有钱嘛。什么味道？好甜的味道。反正也没人看见，又不知道是我偷吃的。混账，给我放下！你是谁？竟敢偷吃本小姐的东西？我就是看看而已，这上面有没有写着闲人勿动？你，如意，给我张嘴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话还没说完就要动手打人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说你是谁的丫鬟？我今天就要替你主子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如意，是。住手！表哥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府里的下人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竟敢偷吃我亲手给你做的糕点，我要罚他，他还敢还手。糟了，他叫谢云奇表哥，那他不就是那个公主？完了完了，这下闯祸了。谁说我偷吃了？你看这糕点一块都没有少，我就是拿起来看看，怎么了？哼，要不是我和小姐及时赶到，你就吃了。哎，你有证据吗？我就是拿起来看看而已。对于你们这种毫无证据的恶意诽谤，任何法庭都不会受理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既然没有犯罪事实，那就不能判定我有罪。表哥，你听听，他都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都让人听不懂。我不管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我不管他是谁买来的丫头，我让你现在就赶他走。用不着，我现在自己走。你，谁管你们？哼，让！表哥，我帮不了你，因为她不是我府里的丫鬟，而是我的客人。客人。如意，我没看错吧？表哥刚刚那个是笑了。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到处找你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喜儿，你我相识一场也算是有缘分。今后如果你有危险，就向西方大喊3声我的名字，我若听到，定会回来救你。今日一别，后会无期，再见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王爷会打死我的。你就别跟着我了，我是肯定不会待在这个地方的，分分钟就没命。如果你要是害怕，你就跟我走得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走。哎呀，你要不愿意走，你就留在这儿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告诉阿广啊，我出去安排好了，回来我就接他啊。哎，小姐，你别跟着我。哎，小姐，哎呦。王爷有令，不许姑娘踏出王府半步。半步不行，那一步呢？一丢丢步。
他们手中的刀削铁如泥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这位王爷，小女子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可小女子的伤已经好了，我是不是能走了？你的伤好了，可本王的还没好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可是我又不是大夫，你留着我有什么用啊？谁说没用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本王的奴隶。什么？王府内你可以随意走动，但若敢走出去，格杀无论。你这是非法拘禁，你是犯法的！表哥，你为何还在这里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，那个丫头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说过了，是我府上的客人。不可能，你一向深居简出，怎么可能会有客人？我的意思是，那丫头一看就是山野村姑，怎么配做灵齐王府的客人？嫣然，这里是灵齐王府，配不配做客人，自然是我说了算。你若无事就先回去吧，今日我很忙，无暇陪你。表哥，人家是特意来看你的，还亲手做了你最爱吃的糕点。心意领了，糕点放下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